死，然后我就搭一个山顶的文本伫咧遮吼。来对一，咱来对一个新朋友吼，毋知要安怎称呼。爸比，你敢捌？好，爸比再互你招呼啦。好你好。OK。Joanne 吼 ，Joanne， 欢迎你吼。阮读宜兰遮城日志，虽然讲是你是对中入来，但是其实是当时入来拢是会使吼。你若读久，你会知，逐工着咧读，差不多是一寡，伊咧记一寡小迄种日志吼，迄是你就算进前拢无读过嘛，不要紧吼。所以咱即摆入来阁会赴吼。主要是咱可能会读到一寡历史上一寡事件的时阵，咱就会当斗阵内底学着足侪趣味的代志吼。好，咱今仔日对1636年5月29开始读起吼。顶头即个 link 是我直播的，所以你若要看即个画面吼，会当对迄个 link 看。即个伫咱遮城日志是伫个，你会当看遮是讲，咱有这应该算官方的啦吼，就是政府办的即个网站吼，台湾史研究所台湾日记知识库内底一本吼，内底其实足侪本日记的吼。我互你看一下吼，内底有1、2、3、4吼，1、2、3、4、5、21本的日记吼，日志吼。对大部分应该是拢日本时代的人所写的啦吼。你若搁较早之前，就马偕就是日本时代以前伊就开始写吼，大清的时阵伊就开始写。看日记其实有时仔你会感觉是足无聊的代志，看人的日记吼。就有人爱偷看厝里的人的写的日记吼，迄是因为你捌字，你知影，你看别人的日记是足无聊的吼。但是日记内底有足侪伊所记的，尤其是即寡人伫咧台湾，伊可能本身有相当的影响力吼。伊的思考决定着可能决定着台湾后来的即个走向吼。所以你会当对日记内底会当学到一寡物件，或者是像咱即摆咧读即个咱遮城日志啊吼。虽然伊毋是个人的，但是就是讲，你对迄当阵荷兰时代吼，迄个荷兰人伫咧台湾的活动，其实日志当中，咱后来阮才知影讲，其实伊伫咧对即陆上的事务吼，写了无讲介侪。大部分拢是海上的吼，伫做生意的吼，伫含西南迄边做生意的一寡代志。但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伊绝对会写落来吼，而且写甲足详细吼。你可能伫咧其他所在所看到，其实伊的出处可能拢是对遮来吼，所以你着对遮等是第一手的。报道嘛，吼，咱就来看这第一手的消息。当然，这毋是第一手，伊是翻译过的吼。好，咱转来日志遮，1636年吼，荷兰人来台湾是1624年吼，所以已经经过12年啊吼。1636年5月29，有一只用客船对厦门运400担的糖来到台湾。有2只用客船载庄仔出航要前往艋港，艋港就是布袋港遐啦吼。为着要伫遐起造碉堡之用，嘛有一只用客船对小琉球载20个活掠的人来吼。咱自差不多5月初吧，因开始去拍小琉球吼，就开始陆续吼。一船载一寡活掠的人来吼，上最时一船载100外人安尼吼。内底有查甫有查某有囡仔，对
该中尉的来批知影讲，中尉就是迄当带兵去拍小琉球的迄个上悬的迄个指挥官吼，就是中尉。中尉来批知影讲，阁有2个上述逃走的小琉球的人去互因掠着，就是有2个逃走的2个走去的去互因掠着。迄2个人也伫这20人当中被送来处决，就是这2个20个活掠内底，其中有2个是逃走阁掠倒来。放锁人又阁对迄寡逃走的人当中挂3粒头落来吼。所以逃走的人毋若是拄则讲迄2个啦吼。放锁是伫即嘛高雄屏东即只有一条溪叫敢若拿边吼，拿边溪厝内口遐吼，迄到有遐叫放锁。放锁人阁对逃走的小琉球人当中挂3粒头吼，其余的大概已经拢逃入去山里。淡水的人已经，即只淡水毋是北部迄个淡水，是淡水溪遮吼，高平溪即只叫做淡水吼。淡水的人已经日常出去找因，情况会如何演变，有待时间分晓。根据该中尉来批，伫咧岛上还阁有几个人，但是已经无偌济吼。咱已经进前读过我煞袂记进前咱前后甲敢若掠走，敢若500个人有吧吼。但是所以即摆已经剩无偌济吼。确实如何，有待时间分晓。咱电话读的时阵，一直想要看讲因即寡被活掠的即寡小琉球的原住民后来的结局是如何吼？咱一直还要看着，咱继续看咧吼。5月30，有5只杨克船对芒港来到台湾，台湾就是台南吼。因是在庄仔去迄甲位啊，要去一个碉堡的吼。然后2只杨克船出航，在庄仔要去芒港。下晡下设上有员哈辛克对小琉球岛转来到台湾报告讲，迄边的代志拢已经完成，会当转来了吼。迄个中尉本来是打算要率领迄寡人员同齐转来，但是因为无用客船会当载迄寡人转来，所以也无法度吼转来。因此，中华国下伫咧暗头啊，派出2只用客船前往小琉球，并且炸一张批去互迄个中尉，互迄个中尉，命令伊随时坐这2只用客船转来，不得延前吼。要暗暝的时阵，士官 Christopher 又阁对龙桥转来到台湾遮，也甲 Just 和迄个士兵同齐带转来了吼。Just 甲迄个士兵，我袂记发生啥物代志吼。龙桥是伫咧恒春遐啦吼。这2个人留伫咧遐做任职，是对去伫遐做任职吼。咱之前有读到讲，荷兰人对龙桥人的描述吼，讲因是全台湾因所知影上文明的一群人吼。上文明的一个族群吼，这2个人留伫遐做任职，一直到迄遐酋长的兄弟转去吼。之前有讲即个酋长就是即个龙桥的首领吼，酋长伊的兄弟来即只拜访荷兰人吼。因报告讲，伫咧迄个兄弟前来台湾遮。而因留伫遐的期间，就是迄个兄弟来遮，但是因派任职去龙桥遐做任职嘛，意思讲你若敢动阮龙桥人的兄弟，恁的任职就该死安尼吼。即嘛任职转来报告讲，伫咧迄个兄弟来台湾即只的时阵，因任职留伫咧迄个期间，留伫遐的期间，伫遐受到真好的接待，特别是伫Christopher 又搁前往该厝，迄个酋长非常的欢喜吼。伊的兄弟伊来详细报告一切经过了后，
就是伊兄弟转来，可能对荷兰人才转去了后，报告一切情形了后，请我方的人，请荷兰人伫遐加停留，加停留几工，但是荷兰人拒绝啦就是干死掉所以因就替荷兰人践行咱来学一下践行，大概来讲上笔啦主要是要读这个践，大概是毋是读做践咱看甘利典。甘利典其实是可能是诚侪是抄对康熙字典抄来践就是读做践歹势啦，践是华语台语是读做践践。差别足微细，你毋知听会出来践甲含践人伫三里开用物件用物来请伊即就是践，也是上衣践行这是甘利典的写法咱来看一下台语大词典。我来查一下这个汉字。渐歹势渐爱变调拄则拢无读做变调，变爱读做以阮的腔口读做减刑毋是渐刑减刑爱变调。你若南部人会读做173-253哇，我煞袂记个漳州区的变调方式。我记是2变1啦减歹势我一时袂记莫互恁错误印象。阮的腔口就是读做减刑573-217啦，安尼就无毋对啦第二声南部人就是第二声变做第一声573-2变1减刑恁读减刑，阮读做减刑减刑的周延上笔啦，就是上笔。荷兰转来日是遮，所以荷兰人拒绝无爱踮咧龙桥遐加停留几工所以因就找荷兰人减刑。根据我方的人所会当观察的，根据荷兰人会当观察的对的啦即个龙桥的酋长伊真希望讲荷兰的人会当搁加留几工互因会当搁款待因啦我毋知即个荷兰时代即个龙桥含后来的迄个，因伊直讲龙桥十几社16社含后来迄个倒起度，毋知是毋是共一个，算共一组的。我咧摇应该是啦倒起度恁知影我咧讲啥无？倒起度就是进前有一出叫做咖喱花伊过来有人甲迄个电视名，毋知去告啥告甲个电视名只好改名改做啥我都袂记诶。就是你厝内底所讲诶，迄个倒起度含美国诶，因直接船伫遐靠迁了后，去互遐诶原住民甲出草杀了，所以后来美国人因就要来攻打即个族群啦。我煞歹势，我实写拢袂记名拢叫袂出来。迄个酋长叫做倒起度后来恁有兴趣再去查啦咱转来日志遮5月31日上5月最后一工，无特别的事，今仔日风向多变好天。6月
无特别的事，南风好天。大个2号，有2只容客船在庄仔出航去望港，有1只出航前往厦门。今仔日中国国下含议会决议，因为无米通互迄寡小琉球人来食，所以佫希望用上少的辛劳甲费用，互即寡人会当早日成做基督徒，以及其他一寡好的理由，决定所有的小琉球的查某囡仔、查某人含查某囡仔吼，以及10岁以下的查甫囡仔，拢爱分配互新港人。条件是不得甲即寡人出卖、出让，或者是当作奴隶来使用。二是爱甲因当作家己人，伫完全自由的情况之下使用，并且爱保留。如果总督国下含印度议会无同意安尼的分配，伫下令要将因送去巴达米亚，因就必须要无异议将因全部归还互阮。若是讲到迄寡查甫人要用来做公司的工作，一直到有船只要前往巴达米亚的时阵，就要甲因送去巴达米亚。好，咱今仔日总算看到即寡人结局啊！看起来查甫人的命运是确定啊！就是袂留伫台湾，袂留伫咧台南遮，会送去巴达米亚即寡被活掠的即寡查甫人去巴达米亚就是做奴隶啦大概就是一生就是安尼查某囡仔、查某人甲10岁以下就是查甫囡仔就是10岁以下就配互新港人算战利品啦配互新港人。因暗中尉率领全部士兵，除了30名的士兵以外，对小琉球岛转来到台湾。迄30名士兵留伫咧目沙遐来防守该岛。迄个目沙用椰子树做围篱，约略是15到16尺悬，四周围四色啦四色用椰子树做围篱围起来15尺，10尺头一楼悬嘛15尺一楼半啦伊报告讲，就是即个中尉啦报告讲，迄边的情况一切拢好，无罗上帝。根据因所会当注意到和所会当听到的，伫咧该岛，伫咧岛上，阁有一寡人因深信讲，迄寡人早暗拢会自愿或者是被逼来，互阮掠着落入阮我方的手里结果如何？有待时间分晓。感谢万能的上帝，怜悯阮，赐互阮胜利，互阮会当遮尔顺利来拍败即寡粗野异教徒正人的敌人。以后，阁对迄个中尉遐知影讲，含对其他朋友遐听讲的讲整个看起来，迄个岛上差不多是1000人，其中有500外人已经互阮活掠嘛而被送来台湾即个所在，现在还阁伫咧台湾遮活的有483个，就是134个查甫人，192个囡仔，甲157个查某人伊即只统计咱之前嘛有算讲超过500人，但是真明显有诶已经可能着伤啥破病啥死去所以阁活着有483个囡仔甲查某人占超过一半查甫人占134个。这734个会送去巴达米亚另外这300外340几人查某人甲囡仔会留踮咧台湾遮配合新港人所以看起来因的血统、因的血其实无断绝啦伫咧台湾应该阁有留存落来就是透过含新港人就是即嘛咱讲比波族、西拉雅、
可能人做伙啊吼。剩咧除了迄寡要挖的以外吼，就是迄寡因为战争去用台死，或者是因为顽固历史伫冻起来，对，就是原本岛上千外人，其他拢死啊嘛吼。安尼来人数真多，但是确实的人数，五方的人无法度知影吼。即个金沙岛真水吼，真水咧，种了各种的椰子树甲金蕉吼，用足水的形容即寡椰子甲金蕉啦吼。还有真侪农作物，比如 Anjames、Obis、Mioge、豆仔吼，这三个名毋知啥吼，无反，以及其他需用的即个食物，开发伫看袂到一个所在无种做吼，就是迄个岛已经开发到每一个所在会当种的拢有种啊吼。感觉是遐厉害。我去过迄个所在，我无感觉伊是开发到即种程度哈，甚至是伫咧岩礁之间也拢开发吼。对即个情形，我方的人立意讲，即寡人若是安尼继续伫咧即个岛上来繁殖落去，将来一定会互相分散，或者是排斥吼，互相会起冲突啦吼。若无即个岛将来无法度通养饲遮尔侪人吼。我方的人对即个情形，对即个情况来观察着讲，即寡人嘛已经有互相咧争执了吼，就是已经开始其实有咧冤家啊吼，只是无严重到来举武器相拍尔啦吼。看起来就是因其实因为人侪，即个利益的即个。要争取利益嘛，所以总是会冤家啦吼，只是无战争尔吼。看起来，因争执、因冤家的主要原因是有塔马瓦朗奇族和其他族之分，就是迄遐有两族，有至少有两族嘛吼，即种就是塔马瓦朗奇甲另外一族。根据我方的人所会当听讲吼，塔马瓦朗奇是迄个啦，是迄到位啊上老的一族，究竟如何，阮无法度确实来知影，因为此地的民族无一族是确实了解因的吼，就是伫台湾即边无人了解因迄边的人。关于大船 Beaver Week 号失事的代志，除了顶个月4号所记载以外，听袂出其他的情况。今仔日好天有南风，好，今仔日。总算甲小琉球原住民的结局，咱看到哈。6月初3，伫咧5月30号，来到台湾的常设商务员 Van Sen 再度出航前往闽港，虽然2只容客船载着船仔甲60个小琉球人。两个用一条铁链啊互相连做伙，即寡小琉球人要带去遐，去互因要做苦工，然后去遐起厝起即个碉堡吼，石好搬砖啊，60个。6月初5下晡2只容客船对闽港来到台湾，有一只出航前往闽港。要暗的时阵，迄寡代表对新港转来报告讲，迄寡小琉球的查某囡仔甲查甫囡仔吼，会即寡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因转来报告吼，已经真恰当，就是真适当吼，来，并且是就是即分配的工作做了真好吼，互新港人真满意吼。今仔日有南风，晴朗，而且真热的天气，所以查某人、囡仔、查甫囡仔已经拢送去新港吼，新港台南新市迄到位啊吼，所以伫台南人伫血统内底吼，可能着阁有即个小琉球原住民吼。
前提是咱拄则讲着讲，巴达维亚迄边若下令讲爱甲因载过，伊嘛是拢逐个拢爱扣我来，搁载去巴达维亚，所以咱搁看咧吼。若无对因就是伫台湾都继续留落来吼。那个吹拉无特别的事，四只用客船在庄仔出航前拢忙港。那个11连续5天7、8、9才载吼。这5天无特别的事，这几天有几只用客船载庄仔去望港，也有几只前往西那所在价值真细吼，无啥物价值的物件吼。那个12，有2只用客船对沿海载80担的冰糖来到台湾，有一只对厦门载750担的糖，200担的冰糖，甲一寡布料来到台湾。对上水用客船知影讲，伫个5月对汉本国月初，有3只马尼拉的用客船对马尼拉去到漳州河。本年就是本季，约有30只用客船去到马尼拉，大部分增运的货物是空安布700到800担的青丝丝，400到500担价格的即个青丝丝。以及加链个啦吼，我进前即个链你读袂出来吼，加链吼，即个链你毋是读做链吼，我是意思是讲，迄个华语即个意思是伫台语是爱读做链吼，迄个意思。加链个的即个400担到500担的青丝，即个华语你若伫台语是安怎读？是读做念，就是你念。用手指头捏迄个动作吼，叫做念。安尼讲咧，互恁好，知影意思就好啦。以及卖有做个200担的青丝，上述即寡货物大部分拢无趁着钱，颠倒是大了钱。伫遐青丝去用抬价到1担才200里尔。加链过的青丝去用抬价到250里尔，而青丝丝去用抬价到300里尔。西宁伫西那的价销犹阁比马尼拉阁较悬吼，因此大部分的人拢甲货物全部拢阁载转去吼。只敢若有米粉，旧年运去的真多，今年运去的真少，趁真多钱。就是米粉价销好啦，米粉因为货少，所以价销好吼。造成遮尔贱价吼，就是的原因，就应该是讲青丝啦吼，讲咧丝丝为虾米价销遮尔低吼？根据即寡生意人所讲，是因为即寡货物伫咧旧年伫咧新西班牙，就是伫墨西哥价销真低，所以你看国际贸易吼，互相的影响吼。又搁伫咧1635年对马尼拉运河出航的迄2只大船，犹搁袂当驶到该处，犹搁无法度通驶到该处是驶到倒位啊？驶到墨西哥哦。所以因伫咧摩鹿加 Maroc 即个所在停留。我查一下摩鹿加伫倒位吼？摩鹿加群岛吼，是捌听过，但是从来捌去注意讲伫倒位。克布拉湾马鲁古哈，所以是伫印尼要挖即个巴布亚纽几内亚吼，即个位啊，叫做马鲁古吼，咱就读做马鲁古。
即个话拢是马鲁古。好，转来是几只？伫1635年对马尼拉好运出航的迄两只大船，袂当航行到该处。即个该处是讲墨西哥吗？因停伫个马鲁古遮，加上因现款欠现金啦吼，所以伫本柜对南海会送现款来的希望无大。国号遮是写讲，因为上述大船未前来该处，所以对南海送现款来的希望无大。即寡情况究竟如何，犹待时间分晓。因现在伫马尼拉的军力有一只大船、一只小型的大船，甲一只快艇。阮对即个讲法感觉真奇怪，所以就进一步来查问讲，查问也无讲，无写拢查问啥。但是因游员真坚持讲，约了4-5年来，伫马尼拉无同时超过4-5只大船伫遐停泊过。因查问讲，伫遐兵力哪会遮尔少吼？一只大船，一只小型的大船，甲一只快艇安尼尔，3只船。对下门只敢若有葡萄牙快艇来过马尼拉，无容客船来过遐。有2只容客船载庄仔出航前往网港，食心的容客船载50担重甲24担。worm 是啥？讲可能是将建材结合起来一种物品。个啥物件吼？24担网出航前往厦门。今仔日中国普特曼斯国下含议会决议，要派一只容客船，坐载2个荷兰人甲2个啊较出名的希腊人吼，要前往澎湖去巡视前来的大船。南方好天。6月13，风甲天气拢含昨相像，有2只容客船载庄仔出航去网港。6月14，有一只容客船对厦门载一批要用来做糖桶的房仔来台湾遮，也有一只对网港载石好来台湾。今仔日收到一张对小琉球岛寄来批，数期是本个月13啦吼。昨对迄张批来知影讲，还存落来伫个该岛上的居民对荷兰人拢表现真亲切，完全无敌意。国号者讲，伫成群前往野外或者是伫个任何所在所拄着的时阵，拢表现甲真亲切吼，完全无敌意。但是荷兰人也是无法度觉察着讲，因是有意要来迄个目沙附近，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所在住落来，就像顶管阁下所希望的安尼。因此呢，决定要写批去互伫遐的士官长，要继续含因友好来往，也爱好好啊来监视因，就是交代即寡住伫即个目沙内底的士兵啦吼，士官长啦吼，甲因安尼交代吼，继续含因好来往，好好来往的，好好监视，莫讲对因来凊彩着用武器，但是爱运用各种方法，互因的心愿意来归向咱，用将来，互因拢落入阮的手里吼。也决定讲，中国国下为着要去巡视伫个网港的工程，并有需要去反复应该有的建造形式，将会伫个最近天气好的时阵去一撮网港。也决定讲有
有一个小琉球人，伊的老母伫荷兰人伫咧街岛，伫咧金沙岛顶头的时阵呢，伊的老母伫咧几方面拢提供了真侪服务，因此呢，就互伊自由去新港人遐含伊的老母住做伙。另外有15到16个人对公司无用处的老人，也爱互因去新港遐住。就是要送去巴达维亚，袂当送一寡老伙仔吼，无效啦吼。所以要送互新港人去，互因去饲就对。荷兰人吼，算盘食足够嗲个。今仔日南风好天，我毋知恁捌拄着真正捌和荷兰人交往过吼。我较早工课是足国际化，是捌拄着荷兰人吼。但是无深交啦，就是工作上接触一两遍尔嘛，无直接的吼，所以完全无对因的无了解吼。但是迄当阵就感觉诚趣味吼，就是伊的女朋友是印尼人，伊是荷兰嘛白人嘛，伊的女朋友是亚洲的面吼，是印尼人吼。我迄当阵咧想讲，因是啥物因缘吼，哪有机会？做伙吼，当然荷兰和印尼的荷兰和印尼的关系足深的，咱知影历史上的关系足深的，是民几啊百年吼。6月16，北方风力无衰吼，有一只龙客船对厦门载250担的砂糖吼，甲50担的冰糖来到台湾。今仔日下设商务员 Van der Burch 出发前往小琉球，要去遐分发物资互遐的士兵，并且要炸一张长官阁下的批去互士官长 Van Dalen 吼，即嘛遐官位上悬的一个士官长啊吼。6月17。有强烈的北风，无特别的事。6月18，风悠远像昨昏。伫咧天光以前，差不多2点钟前吼，长官阁下出航前往芒港，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平安去到遐，阁平安转来。6月19。有强烈的北风，下晡长官普特马斯阁下对芒港转来到台湾，伊对建造该碉堡的营房和庆眼，以及所有要完成该碉堡应该注意的代志，拢已经按照应该有的形式命令好吼，就是伫遐拢发落好啊。下晡开始落大雨，6月21。继续落雨，但是今仔日无落甲遮尔大。昨昏有北风，今仔日南风，风力真强。6月22，无特别的事，北风好天。6月23，透西风吼，有5只洋客船对烈士到台湾，载米加一寡盐吼，小可数量诚少的盐，以及一寡条啊甲虾。上水洋客船当中有一只带来一封批信，或者个批信是迄只便底船 Shagan 号船的船长写吼。对迄张批内底知影讲，迄只便底船 Shagan 号伫本个月20号平安来到平湖，拍算要对遐继续要来航来台湾，但是因为无风甲正风，所以到当也袂当来台湾。今仔日决议讲，迄个住伫阮建造赤坎碉堡的所在，所以伫赤坎遐，咱继续看吼。赤坎遐即个碉堡是当时起，我毋知吼，看起来是敢若住伫遐当日起吼。伫阮的保护之下，吼，你不肯缴纳一寡钱，
来补偿公司为着要来甲迄个沙埔甲土边会沉重负担的新仔人。好，就是即寡新仔人伊是伫咧遐住伫咧赤坎碉堡迄个所在伫阮保护之下。但是，公司为着要甲迄个沙轮甲土互平，所以爱负担足侪钱但是即寡新仔人毋肯纳钱所以阮要尽量较紧来命令因离开遐，一个都拢毋准因住伫遐，为着阮对因遐嘛，干若只会受到损失尔袂得到利益算盘逐家拢足精的逐家拢足清楚的，有趁的才要做了后绝对无爱做阴暗下设上员 Adrian Van der Burch 对小日球转来到厝地，炸一张士官长 Van Dalen 的批信。对迄张批，知影讲，迄寡居民已经无像以早安尼，文准武方的人通行，颠倒是摕武器守伫遐。所以，意思是讲，颠倒是对因足有敌意的咯。即个代志伫咧本个月13号，就是前几工发生过的安尼，搁再一遍发生，地高有必要含因对敌，甲因拍死3个人了后，其他有差不多40个人拢逃走。今仔日好天，所以较早颠倒是对因，嘛无讲较早因也无来所以讲较早，即个较早应该无偌早进前啦，因为进前是即寡居民是无遮尔敌意无遮重，因温准伊会当自由经过因遐那个24，无特别的事，方向都变好天。那个25变对阵沙根号来到港外平常的停泊处，伫停伫遐。俄罗上帝，伊是4月17对巴达比亚出航，所在号码大部分是胡椒甲盐，总计才是64000号吨。对迄只船的船长以及总督阁下写互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批信，知影讲总督 Hendrik Bauer 已经，即个总督是住伫印尼遐的总督荷兰东印度公司伫印尼的总督已经出航前往祖国。另外一位接任的是叫做 Antonio Van Diemen， 是接拄则即个 Hendrik Bauer 的位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保尔阁下平安转来到转去到祖国，并且带领阮的新总督伫咧伊的任期。并且就是希望万能的上帝能带领引带即个新的总督伫咧伊的任期当中幸运从良，并且拍败伊的敌人。今仔日有一只两客船对西那到台湾载来500担的糖。报告讲，即几工也阁有一只共款的船会来，有一只两客船出航前往厦门，再有真少一寡细项物件。6月26，有3只用客船去港外，甲沙根号即只变类船所载来物件，载来即个胡椒甲落来，满载迄寡胡椒了后，伫咧差不多中昼的时阵入港。迄只变类船嘛，差不多就是伫下晡入港的今仔日好天，南方好天。6月27日背无特别的事，即几工拢无用你落迄只变对船沙根号顶头的号码，还阁有6只两客船载庄仔去芒港，对上级商务员
万山啊会来配，知影讲花舞龙人，花舞人无无罗人，花舞人会人伫个前几工前又搁杀死3个伫个网港掠伊个死仔人，也拍杀伤几个人，还阁有一批人被挂掉头毛。若是照安尼看来，即个民族是愈来愈粗野吼。今仔日命令所有个人，伫个解除对保护国下的宣誓了后，命令所有人以应该有的方式来宣誓效忠Antonio Van Diemen 阁下。差袂记是要来接即个保护的即个总督的即个位吼。宣誓了后，名称放炮，隆重庆祝，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阁下，就是即个 Antonio Van Diemen 阁下，互伊伫个新接任的总督职务上会当幸运。从容又搁兴盛，互一切拢有帮助，伫个促进阮亲爱祖国的繁荣，甲公司以及公司人员的富裕。6月30，真紧6月嘛要读煞吼。无特别的事，今仔日中尉韩秘书处罚前往网港和新港，要去命令大家按照应该有的仪式对新总督来宣誓效忠。有一只容克船载咸鱼出航前往厦门，安尼6个读煞吼，18分安尼个有，咱个加读一寡。今仔日笔记无讲介侪吼。7月初一有一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厦门，载350沓护照，迄寡护照是写近号运来吼。今仔日好天，西南风。永暗城门关了后，阮的三班对小琉球送一个士兵甲一张批来，对该士兵的报告以及该批函来知影讲，迄寡小琉球人伫个6月30号杀死了士官长万地人。哇 ！OK， 哇，大条代志啊！读到遮都好紧是大条代志吼。咱对来讲，因伫个即个小琉球遐留一寡兵啊嘛吼。上大即个长官是一个士官长，叫做万地人吼。结果呢，小琉球人呢已经甲伫个6月30日3吼，甲即个士官长杀死，搁一个士官，搁一个海军建设生吼，总共3个人。因含另外一个士兵，一共4个人，敢若有佩戴因身边的武器，要去含迄寡摕着武器，秘伫个几丛树仔骹，或者是迄个草莽内底的即个小琉球人吼，优先来含伊交谈的心去互因杀死，讲真凄惨的去用折磨而死，去用折磨死吼。即显然看出讲，即个民族像长官一直认为，就是因此特别该士官长下令指示过，不得用少于10个到12个人以下的人群出去，安尼。所以真显然看，就即个民族是无可靠的吼。因所追求，就是照因生来所好杀的即本性吼，爱杀人啦吼。像所有其他的民族安尼，若就有机会就要杀人。虽然有一寡人是持相反的想法，认为可以阻止因遭受过去迄种处罚。但是现在，颠倒是望上帝来修正已经被我方人员的疏忽经醒过来咯，吼。好，7月初一吼。
7月初2，针对昨昏所接到的消息，为着不爱错失时间啦吼，同时为着要尽量较紧来为即个因此来动员附近庄头居民，中国普拉曼斯国下函议会决议讲，要调发所有新港、小人、麻豆和麦加利湾的居民，以及伫南边的村庄、放射啊、塔加利昂和多拉岛的人，并且伫已经住在该岛上的士兵以外，加派一队有30个士兵的部队前往小琉球岛，以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无论活掠或者是拍死，拢要甲迄个岛上的人民对该岛全部除掉，而且为着要互阮的兵力尽量不低到分线，若是会当要甲留伫遐驻守的士兵，伫咧掠着所有村内小琉球人以外迄寡驻守的士兵呢，要甲因调转来台湾。今仔有3只容克船为着要起造迄个碉堡载庄仔去艋港，要暗时中尉和秘书对艋港和新港转来报告讲，向总督阁下的宣誓效忠已经伫咧迄2个所在，按照命令应该有的方式已经进行完成吼。如果讲伫咧艋港遐迄个碉堡的工程起造了真顺势，上顺2个所在的情况还阁算真好。歹势，大概我爱困吼。好，继续。毋知你掠着重点无吼？我对读个爱困，我是家己早毋知你读啥吼。好，7月初4。7月初3、初4有3只容克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载来800吨的糖甲微量的冰糖，以及一寡要用来做糖桶的茶棒。对上述的容克船的生意人知影讲，前后除了前述迄3只马尼拉容克船以外，还佫有6只马尼拉容克船，去到厦门和安海，也证实前述消息。因为总督阁下来函讲着讲，对前往该处的生意人知影讲，去年有几只大船对南海来到马尼拉，因此又佫再一次认真来查问，发现讲，根据一寡生意人所讲的，有几只细只的大船伫咧去年差不多7月5号、6号去到马尼拉。伫咧10天后，又佫一只较大的大船丰富，载一寡银来到马尼拉，有3只运砖头去艋港的容克船对遐转来到厝地吼，厝地应该是讲台南啦吼。佫来7月初5吼。好，我7月初5算，好7月初5先甲读煞。中尉率领30个士兵，搁再一遍前往小琉球岛。中国国下有感伊即种沉重的代志，无法度，大部分拢无法度互伊真清气、真直接的即个命令啦吼。大部分拢爱拥赖该中尉的见识甲经验，随机应变。只敢若建议讲，爱用各种可能的手段，甲该岛上的居民或者是杀或者是掠，全部爱清楚。要命令迄寡上述原住民伫迄寡刺配草莽内底，要互上述原住民
因为根据张哥国下所知影，该岛上有真侪刺皮，真侪即个草莽，要互即寡小绿巨人秘伫内底，开辟园个甲直直交通，互相挖掘，互五方个人一直拢互相看会着，也听会着。伫个代志办完了后，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尽了上大个效应了后，就要尽量较紧来率领士兵对遐转来到台湾。愿万能个上帝赐予因一切如意，成功胜利。对安尼，阮原来先等待结果。7月初5，好，咱今仔读到7月初5啦吼。哦，歹势读到后壁爱困嘿。好，今仔笔记较少吼，我看无笔记啦。毋是讲无迄个意思啦，你当然方便做你做笔记，无方便不要紧啦吼。你今仔无影响？哦吼吼。嘿，无啥物，我嘛感觉我读甲，因为重点是迄个因处理小绿巨人的决议嘛吼。好，今仔日知影讲小绿巨人的结局吼，我当然进前就知影讲因的查甫人会去互送去巴达维亚啦吼。啊，今仔日算本来诚替因烦恼吼，算较放心啊吼。历史上就是安尼发生的吼。好，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读吼。安尼我来关房，今仔日读到7月初5吼。好，再会大家，多谢大家。好。